行政院长赵英台昨宣布讲，要被副书再违法是咱国宪政的头一例。总统赖清德伫昨半暝嘛发表谈话，批评在野独裁。民众党佮国民党早起嘛有真侪批评哦。民进党希望讲立法院长韩国瑜会当出面来调解。前立法院长游锡堃佮王金平嘛拢有来提出因的看法。 行政院长赵英台宣布不副书再违法，创下宪政首例。总统赖清德在5半暝也向民众发布谈话影片。这是对民主的侵蚀，更是将台湾推向立法滥权、在野独裁的悬崖边缘。 不过，行政院不副署也伫立法院引起朝野攻防，针对赖清德批评在野独裁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反问：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安怎会是独裁，并不合逻辑。国民党也批评。赖清德、卓荣泰，你们践踏台湾的民主宪政，注定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骂名。你不附属、不执行，那其实国会存在不存在的差别是什么？ 没有国会，没有所谓的宪政的权力平衡，那叫行政独裁。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钟嘉宾希望赖清德未来拿动用院制调解权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会当这来参与。我们也对韩院长能够未来能够正式院际协商，他也有共同调解，跟总统来共同调解我们宪政机关彼此的争议，不然。 他没有出席，就是没有出席。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我2年无踏入立法院，这摆选伫立法院举办新册发表会，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前立法院长王金平、苏家全等人拢到场小庭，奉陪着最近的宪政强局，拿了中央经政府各自表态。我还说一句话：台湾民主路，大家一起走。这叫整体的。 不是韩院长一个人能够处理的事。院长会不会觉得现在台湾是一个宪制危机的一个时刻？是一个的确是的。好，谢谢啊。是怕你选总统。好，谢谢。院长会不会想要？面对朝野对立成员，立法院内外无共世代、无共立场的政治人物，对宪政强局拢各有看法。要么过短时间来恐惊真歹有解决的方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